公，行路用摆呀摆的喏，俺叫无识抢菜嘿么？嘿啦，俺叫无嘛个有识抢菜，俺哥要冲到一下，哎呦，冇要紧啦。阿公，我都是得会抢菜哦。人讲啊，人言无识抢，行路偏从强，三寸都生肉，少踢三只了。嘿呀，头摆接上听人讲过，自家啥冇做到。阿公，冇要紧啦，你先来量血压，抢草地要种灯的烘，要3-5分钟就做得嘞。哦，我根本日做长秋，做得3足点量么？阿公，抢先老将把腿下来，杜烘嘅3秋唔是压起来，抢老鼠存入来，树把种香港上，啲2点血压嘅下唔好讲话。咩唔好做其他動作哦。好咧，阿公，我血壓要較高一些咧，會生意到位哦。好，我用壓溫槍老你量一下體溫，36度半，已正常。哦，按子些哦。